第146篇，頌美耶和華之輔助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讚美耶和華，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，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上帝。你們不要倚靠君王，不要倚靠世人，他一點不能幫助，他的氣一斷就歸回塵土，他所打算的當日就消滅了。以雅各的上帝為幫助，仰望耶和華他上帝的，這人便為有福。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，他手誠實，直到永遠。他為受屈的伸冤，賜食物與飢餓的。耶和華釋放被囚的，耶和華開了瞎子的眼睛，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人。耶和華喜愛義人，耶和華保護寄居的，扶持孤兒和寡婦，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。耶和華要作王，直到永遠。錫安啊，你的上帝要作王，直到萬代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。